想致富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天命密碼。人嘅命運咧，其實係天注定嘅。你話想改變命運咧，唯有係勤力讀書啊、勤力工作啊，同埋呢個行善積德啦，係咪？不過好多人咧，就算機會來臨咧，佢唔知咩方法去把握，結果咧機會就好似擦身而過，甚至咧財來財去，始終都賺唔到大錢嘅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嚟講，我哋網上銀行嘅密碼、保險箱嘅密碼，甚至我哋係手機嘅 number 等等，呢啲都係重要嘅數字嚟嘅。如果我哋能夠掌握到我哋人生裏邊嚟講，命中裏邊最有利嘅數字，我哋日常經過呢啲銀行啊、投資啊、手機啊、做生意等等，我哋嘅財運一定會改善嘅。而家我哋就根據咧中國幾千年傳落嚟嘅易經嘅學問，包括紫微斗數、奇門遁甲、四柱命理學，去幫助到各位嘅朋友咧揾出你嘅天命密碼。揾到你嘅天命密碼嘅時候，呢啲係最吉利嘅數字。喺你處理生意嘅業務又好，投資買股票又好，買黃金又好，所有嘅投資，甚至平時打工都好，你嘅財運咧揾到你嘅最吉利嘅數字嘅時候咧，財運一定係會有所幫助。而家風生水起為會員觀眾舉辦特別活動，馬師傅會親自替你度身計算專屬嘅天命密碼。呢個數字就係你專屬嘅金鎖匙，可以應用喺電話號碼或者投資財務嘅相關密碼，為你打開豐盛財富。另外，更會附上2026年個人簡批，分析你流年運勢，迎接不一樣嘅豐盛未來。